屬馬嘅朋友今年嚟講可以話吉星多過凶星嘅，咁所以咧對事業運同埋個財運咧都會有好嘅表現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要經過自己嘅一番努力先至會得到嘅。咁另外啦，凶星所帶嚟嘅影響咧，其實主要係影響健康同埋個情緒嘅，咁亦都代表咗身邊容易會出現一啲小人所帶嚟嘅是是非非嘅。咁對於一啲好關心桃花嘅屬馬朋友嚟到去講嘅話咧，咁原來今年你哋同太歲暗合噶，咁逢係暗合，人緣嗰方面都唔會差得去邊噶啦。嗱，另外仲有一粒紅劍星啊，呢粒星咧特別容易吸引異性噶，咁所以咧單身嘅屬馬朋友不妨把握機會噶。咁至於已經有伴侶嘅朋友嚟到去講嘅話咧，今年就要低調啲啦。屬馬嘅朋友今年有比較多嘅吉星嘅，咁包括咗有太極貴人啦、文昌、玉堂、歲合、天醫、紅焰同埋蜜月嘅。嗱，整體嚟講咧，都反映咗個人比較聰明啦，咁容易會得到貴人嘅輔助啊，容易會喺事業或者係學業嗰方面咧得到成就噶，咁亦都有助提升地位。咁而天醫呢粒星咧，特別對健康運有利添。好啦，咁凶星咧原來咧就有病符星嘅，咁雖然咧就代表咗有疾病，不過有咁多嘅吉星喺度照住，咁實際嘅影響力都唔算大噶。嗱，最後啦，咁就有2個月份需要留意翻嘅，咁就包括咗有農曆嘅5月同埋農曆嘅11月啊，咁都係咧反映咗個運程嗰方面可能會多少少嘅變化，或者係個波折大少少噶。想提升個人嘅整體運勢，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嘅1年之內，喺屋企嘅正北方擺放一個配有燈膽嘅流水擺設。咁當然啦，要保持水質清潔啦。嗱，針對翻今年比較容易有是非，甚至乎容易有官非嘅機會，咁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嘅1年之內，喺屋企嘅中央範圍咧就擺放一啲紅色啦、紫色嘅飾物或者係擺設噶。嗱，例如如果你嘅中央係大門嘅位置，咁可以鋪一張紅色或者紫色嘅地氈啦。咁如果中央嘅位置係客廳嘅位置呢，咁就可以喺牆身黐上揮春，又或者一啲紅色嘅海報。如果中央嘅位置係走廊，咁可以鋪一張紅色、粉紅色或者紫色嘅地氈，又或者喺牆身掛上揮春或者紅色嘅海報。咁如果你中央嘅位置係睡房嘅話呢，咁就可以多啲選用一啲紅色、粉紅色，甚至乎紫色嘅床單被鋪㗎。